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台会》。我哋今家睇面农嘅一块黄土田地图，我哋顶上讲台湾嘅粮食刺激率能上边呢。五国测量当中刺激率清大约爬入黄土嘅哟。农委会101年嘅粮食供需年报当中，我哋嘅太头管理供给量呢，差不多系240万吨，不过呢，管理中呢，能差不多200公吨呢。换算做黄土嘅刺激率，能差不多0.005嘅哟。韩国人哋按到一个进口嘅黄土嘅价格如系基因改错嘅，而囤一个生活嘅遗传物质改变，佢当然如果有受理，故所以为受到韩国安心，无论系管理嘅粮食供给，也算係人哋食得安心。一個民農呢，今年頭伊呢路次嘅10公頃，7角來種菜地已經會買起30年嚟嘅菜地品種。故所對亞來開始，人哋今年要講嘅呢，如係一個測量專作，韓國基因改措施會嘅問題，向下來到節目現場。開會了！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來到村民台會。我哋今日來到面農，我向下來討論呢係測量專作韓國基因改措施會嘅一個議題哦。非常感謝按多位面農鄉親同我哋向下來討論，還同大家紹介今日嘅來賓。第一位係農糧署嘅陳建斌副署長。各位來賓，大家早安。感謝。上下來係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台南分會的陳宏文委員。主持人好，还有各位美容鄉親，大家好。謝謝。上下來呢係高雄農改場嘅黃德昌廠長。各位鄉親，大家好。感謝。上下來係面農區農會嘅鍾清輝總幹事。大家好。非常感謝按道來賓哦，向下同我哋來討論。上下來呢，都先來看一個我哋嘅記者所做有關面農福岡黃土嘅整理報道。別人幾改嘅，飛機改嘅，飛機改的啦，沒基因的啦，這個好的啦。今年3、4年，面農又開始種黃土嘅。種一個黃土嘅啊，唔是來병水。藥嘅也唔是啥咁多，個管理方面嘛，一個我哋體質唔低一個品種開，改良，佢及時要嚟教我哋。政策研討農業對1970年代台灣開放美國黃土嘅進口，黃土嘅就漸漸嘅對台灣嘅田區嘅推出來。今年面農農會為了配合政府收耕政策嘅改變，喺今年嘅年初開始恢復來種非機改嘅黃土嘅。拄好一個收耕專作改制嘅關係嚇，存到就補助一期添。那一方面，外加安尼吼，這個有可能要造成這個無嘅產量啊，要造成米蟲嘅無法負擔，所以香港可能要用部分用種黃土嘅方式嚇，作為啲調劑啊。因為喺此番河塊限唔低，故所面農農會先用10公頃，邀請33名農民共同來開作試看下。我做聲政府我種到體位吼，我輸入一多錢是正常嘅，佢有人可以先本4000元啲嘅實帶嘅，大家人嘛願意做，冇反對嘅人吼。就難死嘅人，而且連種都唔想種。5月咧，偷夾地度嘅土嘅，種到會爆出來，也擺喺開做，農會用1公斤50萬元，睇入去進口黃土嘅2批嘅價值來收購，農民歡喜來豐收，唔過沙定愛看嘅係消費市場係咪做得接受一批高價，唔過沙做得安心來食得非機改嘅黃土嘅。消費者又話都接受嘅係，佢都推俾個基本我哋少咗概念，其實睇下睇實一件事情能夠做得有呢個正確嘅概念，嗰本農民有呢最基本要專業術語係。靠農民嘛，會有一啲建議個種出一啲安全嘅一種農產品啊，我像安尼嘛係一個正常嘅嗬，嘛係一個健康嘅一種產銷嘅關係啊。我哋是點樣黃土嘅嗬，我哋就要比舊土呢，我哋嘅實係嘛是係風味係唔會差嘅。廉價糧食概念，本人係記唔得咧，食物嘅好面試、安全係個生產嘅成本。面農會希望透過非機改黃土嘅恢復耕種，再個潛規食物嘅黏味，建立生產係個消費相互嘅信任關係。我哋看到面農業辦呢，係年頭開始由10公頃來始終一個最重要係唔單止係黃土嘅，係一個菜地。
买黑我30年那个菜地品种嘅黄头诶，上海就攞来抢购也个中心批总公司哦，如系一百个成绩啊，应该价格如数，差不多数黑的系咪？你感觉讲成绩用呢？把一个黄豆复耕的计划哈，我们在一期春作的时候来尝试来种植这个黄豆的部分呢哈。目前来讲的话，目前采收的情形来讲的话，大概每公顷大概是2吨的数量，跟我们预期的产量差不多。另外在消费者的部分来讲的话，也可能是因为农委会也在5月6号有先召开了一个记者会，所以我们5月7号我们美农在办一个产地的记者会的时候，变成的话。我们的消费者像把我们美农当成是非基因改造的唯一的产区一样，所以我们的电话咨询的电话哈都不断，响应的非常热烈。刚才上我来抢购，睇下种一百种感想係乜嘅哦？先來問看下阿幾個有種係咩？屬神用呢？神經用呢？出採講起來，對咱幾個美農啊哈，開始學習。用來耕田啦，所以對土地嘅濕度一檔啊，係唔係幾了解，所以我入擺嘅管理又唔係講幾好，所以種都唔係講幾好啦。哦，那一塊是吃，你講菜鳥係咪？係菜鳥。那塊是哦，按下上個種啊。當然啦，我有安尼實驗嘅精神啊。哦，安尼吼，感謝唔俾到藝人繼續實驗，還有那睇講要種係咪？啲技術門檻咁要高，應該唔會啦，唔會係咪？係，比紅體會係靠管理啦。哦，安尼。由於也算病蟲害方面吼，唔會將紅體會講按嘅，尤其蟲嘅，也歸嚟講啊，蟲嘅嚟講啊吼。並唔會講幾嚴重到樣嘢啦。管理方面應該還是冇乜嘅講幾大嘅差別。咁唔感覺講，你屬神會有像總公司講嘅冇，有到我係蠻熟嘅，看唔出咧。看唔出嗬。好，多謝我。還有呢，泰國也有種咩？還感覺是還是比自我哦，還是有個差一些。安尼嗬。哦，唔講。種嘅高長係咪？個情況也算講屬神。那個李神，哦，還上一個種下。有機會還是想去再嘗試。還係上去種啊！哦，好，非常感謝。其實以前台灣嘅糧食模案，當然刺激啲模案大啊，都係超過100%，差唔多1970年代以前，韓時代我嘅社會哦。唔過裏面呢，都係開放進口以後，我哋國產嘅都搶本進口嘅適合嘅嘛。也個都係2010年我哋亞洲國國來看黃頭嘅刺激率，你看印尼有34%，中國有20%。吼，到台灣，我哋講，也個係有告訴伊統計講0.005%哦，實在係非常幾大哦。咁過來看呢，都係呢，我哋台灣產量鋼鐵，從頭到尾講，1961年嘅時間還有44萬公頃，64年嗰度高峰期有50萬公頃，啊1964年對國外進口過後，都應講吼，講到我哋2002年加入 WTO 啊，2012年存到5.8萬公頃嘅吼，啊，一般我哋民農係種10公頃咯吼，啊，等下我哋還會講對去年嘅稀釋也個黃頭嘅面積有較多一些，也有原因咧吼，因為有補助，更加來看咧係國外產量進口嘅情形，也對我哋1964年開始國外進口嘛，啊到本來41萬人公噸，到80年502萬公噸係進口來嘅哦。唔看錄音增加，到2012年還係有823萬公噸吼，為進口按度。要繼續來請問，就是我們副署長，就是我哋頭先講到有希望產量可以轉作，所以從去年開始的時候，農委會就有調整這個耕作的制度，那就是針對那個連殺量期如後間的農地，它如果有一期可以來做這個鼓勵這個進口替代的啊，然後有機的啊，或者是像毛豆這種有外銷的這個價值的，那這個1年多來成果是怎麼樣？那剛才
我们那个主持人给我们看的数字哈，事实上进口800多万吨里面有含小麦了哈。那玉米是最多，玉米大概有450万吨，那小麦大概是120万吨啊。那今天的主角黄豆大概有230万吨左右。对。那230万除以2公顷多，你看要多少农地？台湾的农地不够啦，不够哈。所以我的预测大概玉米的话哈，玉米如果能够到3-4万吨哈，对不起，3-4万公顷呐。黄豆的话哈，我预估今年可能可以到1200公顷啊，去年873公顷嘛哈。那未来我看成长到最终全台各地加起来，我看有1万公顷，就算初级就很好的成绩。好，谢谢。头头副署长也有讲到讲，虽然我们想爱尽量尊重产量，不过台湾的土地唔拉，故说一定还会进口。接下来就要请问主妇联盟的沈委员哦，就是我们刚刚看到，就是台湾杂粮的耕地这种消长跟国外进口的增加那么多，那当然我们说很主要就是玉米和黄豆，那它不只是说我们人不吃就好，它还牵涉到很多都是饲料的用途嘛，所以它其实没有的话，它跟国家粮食安全是非常有密切关系的。那主妇联盟在杂粮转做这一个部分，是不是一直都有在着力？台湾的杂粮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尤其像黄豆。我们整个就是说，目前几乎可以说我们的自给率，事实上连1%都不到。这样的一个这么低的一个数字，事实上它反映出一个很基本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整个目前国际的一个价格上，我们的竞争力真的是遇到了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的成本真的是比人家高很多。可是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就会遇到一个我们整个的一个农业我们的农地本身就会遇到一个凋敝的一个问题，而这整体呢对土地的一个永续利用，对整个环境的一个维护，都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所以呢，我们实际上呢，一定要提高我们的一个粮食的一个自给率。那即使如2012年就说农委会所公布的数字，就说我们以热量来算，我们粮食的就是说一个自给率大概是32.7%，还是往后退了，退后大概1个百分点左右。那事实上距离就是说我们现在政府希望能够在2020年就能够达到40%的一个粮食自给率。事实上我们来看日本跟韩国他们的一个粮食自给率都是高达40%。那他们还在继续就是说希望能够提高他们的一个粮食的自给率。那这个东西其实对任何国家，其实它牵涉到几个问题。第一个当然绝对是我们的一个就是说食品的安全，因为我们自己的一个食物我们最能够控制。第二个部分呢，事实上还是跟我们的一个粮食自给。我们粮食自给以后，我们才能够做到国家安全的一个保障。尤其呢，日后尤其我们事实上我们运粮食都需要石油。那这样的一个，如果在石油危机之下，事实上就会遇到粮食的价格的一个飙涨，这其实都是我们的一个冲击。而另外一个更重要，就我们说到的在环境的一个保护，这些都是我们所面对的一个严重的一个课题。可是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说实际上在今天我们在竞争力上，价格是一个就是说我们实际上面对的一个考验。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农政单位在思考我们的一个农业如果要复兴的话，那基本上绝对是要从品质还有食品安全这部分，我觉得应该多着力。好，谢谢。接下来如果请到总公司，其实我们头都也问的亚给农民因人也讲上会吃困呐。不过从初本人呢，大家睇大嘴股，其实有的农民还係會有想講因為種黃體位還係有人講不講無種水田安資源啊，因為伊呢生活其實幾簡單嘛，對伊呢來講你要擺安尼對人厝都緊吼，你接觸到按到農民呢回饋，你感覺講要擺民農來種也是貢獻，你即個感覺講一個未來形容呢？我想唔係搶黃體位，包含人的國馬相同，因為要利用到土地大面積種植的某一個規模經濟的部分的時間吼，也價格吼、價值吼，完全冇辦法甲進口的相比。尤其基因改造的農產品，伊最終它其實就係產量過大，所以變成咧也成本又過大嘅。所以講安尼鼓勵安農民來種植，啊個產量嘅，尤其啊個黃體位的附近來講啊吼，
最重要的部分就讲，按用俺农民种出来的收入，像提到俺几多农民朋友讲，哇，俺种出来以后，比俺的水无含骨少嘅哈，我想俺的农民就唔会上去种。所以我要讲，干嘛讲体力部分呢也好，就按用俺那个种植杂粮的一个收益，好。能够不输于种植稻米的部分。好，多谢。接下来，要请教黄厂长，就是美浓这次种，这个非基改黄豆，其实我们还不能种基改黄豆，所以种一定是非基改。那更重要的是说，它是在地的品种。那其实它在这个意义上是更重大的。那以您来看，就是美浓或者是台湾有没有条件去发展这种杂粮的产业？因为副署长也说，其实我们耕地就是不够。那在这个有限的状况下，您自己观察，我们去重新再把它复耕，这个的条件是怎么样？刚才总干事有讲到，就是说那没关系哦，只要你种的这个大豆，那它是利润可以比水稻好的话，那这样是有这个诱因。哦，那因为我们这个国产的大豆，它的好处，第一个就是这个品种就是我们自己育种出来的，哦，所以像高雄区农业改良场，我们大概从高雄6号到现在已经到高雄12号，那它本来都是可以当做毛豆，那你把它留成种子之后就是大豆嘛，哦，所以这一次在美浓的话，有这个高雄7号，这个是黑豆，那高雄8号的话，那个是黄豆。那事实上，我们现在有一个高雄11号是茶豆，那今年是第一次的试种了哈。我们甚至还有高雄12号，那个如果当做大豆的话，它的产量可以超过3公吨了，所以等于是现在2公吨的增加50%。哦，所以我想在技术方面，在品种方面哈，是有发展的空间，尤其像美浓农会，那他们能够在地生产。然后标示它的产地之后，还能够标示它就是非基改的国产大豆，而且把品种的名字都写出来的话，我想它的附加价值就非常的高。那这个在市场上面因为现在台湾人的确非常注重这个食品的安全，而且很喜欢自己 DIY 了，就是买这个新鲜的国产非基改的大豆回去以后，它可以加工，自己加工。30分钟之内就可以把它变成这个豆浆，非常的浓郁，香味非常的真的非常浓郁哈。所以您觉得就是技术是没有问题，技术没有问题，品种也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你要增加这个农民的利润的话，基本上就是要扩大它经营的规模。那当然我们就是强调要地产地销。那标榜我们的这个自给自有的这个品种。那这样的话才能够创造比较大的利润了。好。谢谢。俺哋讨论到一下吼，係咪有鄉親朋友還有意見想要同俺哋分享嘅冇？俺像阮總公司啦吼，本來也係講啊，安尼個來輸送啦吼，一分田採收都200公斤唔多啦，一200公斤唔多喎吼，都變成都無法就了解用嘅啦，工錢以外安尼啊吼，俺記得總公司。俺那个林地是利用这没有拿过补助本款啦，长跑的也系来自个共俺65年用的，迄俺人迄没来这位个皮夹来，俺人没都系过唔会啊，俺也都林地是俺个兄弟啊，迄俺可以再来俾我65倍嘅65年用啦可能都系俺个地势啦。迄隻按順嚟哦，65歲落都發唔來用嘅啦。一出故障嘅就會，尤其老眼體位就話，如果我眼睛體位唔會查最好，到兩面採數啦，採數都200公斤唔多啊。唔敢我講，差唔多65年元，那算嚟貨。迄冇65年咯，但係農民發唔來啊。本來呀，種1分田，10年之後那是好忙嘅咧。迄好時節咯，我喊就該。都讓人推廣中國個事嚟嘅，一種案例又學藝發唔來。好，多謝，好多謝你嘅意見。總公司會先回應冇？65年元。好，所以安尼農民嘅朋友吼，沿種植的一個考量嚟講體力部分就考慮講也產值有辦法太多嘛。個當然睇到安尼咧創作也有講嘅，因為今年體擺到個吃種嘅過程之中。
包含讲有哪个品种，个种植，因为来讲，安尼还来种咧做纯作，所以纯作底下种植的技术的部分，安样来调整，好可以产量可以来提高。好，所以我想讲，接下来要甲个农民朋友的一个问题吼，带过来去处理啦。好，希望讲安尼种植的品种跟它的产值哈能够成正比，好，这样也让农民会比较有更高的诱因来种植。好，多谢。还有哪一乡亲？我体会吼，感觉说种的生的唔要改好啦，唔是土种有问题啊，迄安尼大田摕做大量3日，那种马上打马上种，因为安尼懵懵懂懂无几了解，因为以前石头路的人哦，转来美农安尼做农吼，也无经验几丰富啦。另外，俺去补土的吼，无教俺安样来补，因为俺一直摆好开始来去观察，有松的地方，无松的地方，安样来补，看唔是啦。俺就加补四角头嗰啲茶的，种土机的茶转弯的地方哦，俺去补嘅地方。一摆咧割土机吼，我感觉有缺点可以改进啊，因为。我也2-3日咯，我摆死割土的2-3日，我由我太太由我落梅洗晒去染土的放土哦，嗰度土的吼，土的高度差不多50公分到60公分，割土的咯含留的10公分到12公分的高度伫个，即土的电脑骨夹，无等下割起来。哦。而且天安尼办这种剪啊团，佢拢会颠倒。好，多谢，还有。好，大家好，我想有个问题请教那个农粮署那个署长，就是说这个有讲到说这个转做的那个奖励哈，他这边有提到说要那个自行与厂商契作哈，才能领补助哈。像这种情形的话，假如我一个农民的话哈。跟后面那个什么地产地销那个我也不懂啊，医生。假如这个是不是一定要跟这个厂商，产生为什么？而且就是说，跟这个厂商哈，是不是我可以留部分起来自己卖？因为我想说，我有我的那个特定的客户，可能我卖的比较好的价钱，这个是不是说，这种情形的话哈？哦，是不是也可以？是不是有一个配套措施？是不是全数要缴？哦，这个规定。好，谢谢。好，谢谢。还有乡亲发表。今天我们很感谢农民愿意种国产的黄豆，然后我们也很感谢农会愿意推，可是面积没有办法增加，那市场感觉上又好像没有办法扩大。会不会是因为我们市场的加工品是可以用基改黄豆来做的，也有关系？如果说我们在加工品的原料限制上面可以限制说我们只能用非基改的黄豆来加工的话，会不会透过这个市场的支持来扩大耕种的面积，就不会说像刚刚副署长那么为难的想了好久，只能增加到1200公顷。身为一个消费者，我在心情上就是会觉得对于政府有一点点失望啦。那我也曾经去农委会参观过，我一进去就看到农为国本4个字。我心情，我觉得我身为一个妈妈，然后身为一个消费者，我在心情上面感受很复杂。我在找食物的时候，常常被迫必须去拿到那种基改的豆类制品，所以看看有没有办法在加工原料这一块上面着手去撑出那个消费市场，你才能支持农民或农会去做这件事情啊！不然为什么农民要花那么就是那么辛苦，然后农会又要花那么多钱去收购？我觉得这对于第一线的生产者来讲不公平，对他们不公平，对我们消费者吃的时候就很不安全。所以我很想要提出这个问题，在加工品上面有没有可能这样子？好，谢谢。我们是不是先请？虽然这个要不要限制，其实
可能不是农粮署的业务，但您听到就是一个妈妈、一个消费者，她这样子的忧心，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就是在加工品上，因为我们大概进口来有1成是我们直接吃嘛，就是豆腐啊、豆浆啊这些，那有没有可能从这个方面先去限制？我去年呢，哈，我们农粮署有用一个自愿性的计划，哈，协助几个那个做豆浆哈，还有做豆腐的公司，跟农民直接契作，就是我们类似美容种的那种灰基改的国产大豆的哈，这一批是种在台南的哈。那反应非常好哈，非常好。但是呢，去年很成功，今年要在是不是要试种哦？那个老问题又来了，价钱的问题，价钱的问题哈。那去年我去协调了40块了，那农民讲说40块了急了，不种了哈，就是亏了哈。希望今年能够往上再加啊！厂商也很难过啊，厂商说我买进口的基改的20块啊，非基改的30块啊。我买国产40块已经很贵了哈，那农民说40块，虽然农委会补助他4万5哈，他卖40块，他还是划不来，所以现在还在协调中哈。那因此，我回到你刚才那个问题的本质哈，加工厂要用，会受在价格的问题。我附带回答这个农友哈，那个契作是一定要的，因为政府愿意给4万5千块，这个就是我们有一个名词叫做这个叫。进口替代，我们台湾一年进口230万吨的大豆嘛，那我们减少外汇的支出，你农民来种，那政府愿意奖励你4万5千块，但是呢，你不能随便说我种了我就要拿4万5千块，我们希望看到说你种的东西真的有卖出去了，那厂商很简单，美容农会就是厂商，如果你跟美容农会签契作，就 OK 了。这个就是美容农会就代表厂商，所谓厂商就是有买你豆子那个厂商啦，这样可以了解。我不晓得你们今年是不是这样子做？如果美容农会跟你签约，你东西交给美容农会，美容农会有跟你买，这个就是契作了，这个就 OK 了，这个就没有问题了，那你刚才那个第二个问题说，你如果自己要留下来卖，你要缴多少哈？那我们再回去研究一下，你这个专案要怎么处理了。你这个比较特殊，说你还要卖给农会，你要自己要留一部分，这个我们再回去研究完，我们再跟你回答。我也有一些问题想要继续来问副署长哈，故说我们了一下听过多种的节目现场。今日呢，题目讨论的是测量专组韩国也个基贵措食品的相关议题哦。头多呢，我想要继续就是刚刚副署长回应的，就是您刚刚有提到说，其实黄豆现在就算有1公斤75块，还是供不应求的状况。不过它就是会回到说，它好像变成要有点上层的人，他才可以去负担这个他觉得吃了比较安心的食品。那刚刚就是有相信他的考虑是说，那我们有没有可能从规定这件事，它是不可能的嘛？就是如果说它进口来，我们要做它是豆腐啊、豆浆啊这些我们人直接吃的，有没有可能我就是限定你要进的就是非基改的？基改食品跟消费者这个部分是我们卫生福利部他在管理了。那目前基改大豆依照卫生福利部目前的规定是可以使用的可以使用，但是你一定要清楚的标示那我知道卫生福利部最近在加强管理了那原来的容许度就是说一批豆子里面基改的可以容许到5%，就是说如果你强调你是非基改，里面有混到的话，那个是5%的容许度啦。那现在它改到3%，那听说还要再改到0.9%，就是越来越严格啦，会越严格所以以政府整体来讲，卫生福利部已经在加强管理了那第二个主持人一直问到说有没有办法强制规定目前就是我刚才讲的，大概不能强制规定，但是厂商他要替自己的商誉负责。他会讲说，我这个是非基改大豆做的豆浆，非基改大豆做的豆腐，
那必须要接受考验哦。如果消费者有疑虑啊，像主妇联盟有疑虑，那我们可以去验它的原料，那是验得出来的。啊，所以我在强调就是说，大概目前没有办法用行政规定强制规定，但是厂商要替标示负责。这个消费者团体就可以出很大力量啊，替大家做监督啊。好，谢谢。也如讲到讲，迄政府无法度用禁止的方式，跟俺们如果提供，俺们适度的迄嘛个基因改错迄嘛个俺们爱去选非基因改错的嘛。其实1996年，也个基因改错的食品咱开始出现嘛。看王体的伊是在做的很多东西吼，俺们一般会头因讲的，如迄也个直接加工的部分，嘛个豆奶啊、豆腐啊、豆浆啊，吼，嘛个如迄伊个黄豆皮迄为主的嘛，毋过其他的像也脱脂大豆，伊做几道材的东西，古做是材的也黄豆也还会充有润泡质的来源，还有其他，你看按到像油，俺们一天也会食到油嘛，古说。一天如果食到也个同黄豆有关的东西，连番茄都有哦吼。故说，俺们生活当中按到的经过错的东西俺们认识的也对黄豆的进口来用来来源呢。俺们几道路喺美国中西部来源，也有巴西的，毋过巴西的大部分係拿来做饲料。俺们认识的几道路喺美国中西部来，吼，初选的来，初选的来，2张嘢、3张嘢，故说。伊安尼评论呢，我讲有问题啊。故说，因为喺种的时间用飞机去杀很多农药，唔会死黄豆，唔会死错会死嘿。运过来的时间，伊还会加一个抑菌剂，伊唔会坏黑嘛吼。你看伊安尼来，如有问题的哦。俺们240万吨的黄豆的，俺们也有讲到差不多100人。喺俺们吃甲食的，如头多吃甲加工的部分，其他的你看75%係沙拉油，吼32万吨13%係飼料，飼料如通过什嘛，无论用的最后如係俺们爱食的。故说接下来就要问沈委员，就是那主妇联盟其实是国内就是很率先公开去反对基改食物的，可是基改食物其实它的影响。就一直很不清不楚嘛，那也包括说他怎么做的研究，可能也会有疑虑，可能他跟一些生技大厂他们所做的研究，他可能不是非常第三公正的单位做，那后来陆陆续续也有，所以它虽然影响好像不是很明确，但的确很多负面的一些报道有出来，一些研究。那主妇联盟在这部分，你们那么反对，那么确切的反对是为什么？有关于今天的基改的黄豆，事实上它等于是加林赛跟抗菌剂，也就是说，实际上呢，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人只是想说，我们在吃的只是基改的作物。那我们经常在教科书里面会说，基改的目的是为了增加产量啦。我们基改呢，是因为可以有品种能够对抗恶劣的环境。可是实际上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作业？实际上并不是。事实上，今天基改是跟农药结合在一起，因为呢，事实上在农药的使用上面呢，如果他们就说在国外的大厂，他们能够一面卖农药，然后一面呢提供基改的一个种子，它事实上最能够省工，就是说除草的一个工也就节省了。那其他的工也是节省的，所以实际上最后整个基改食物的一个就是说基改作物的一个演进，最后看到的是，实际上它事实上最主要的基改作物都是为了就是说能够就是说对抗除草剂的，那以及呢抗虫害的，那这个占了将近90%以上。所以今天其实我们在吃基改作物，其实我们第一个是增加了很多的农药滥用的问题。那不仅生态环境遭受了一个破坏，那实际上呢，我们所吃的就是说食物里面也会因此而带来就是说相当高的一个就是说风险。那第二个一个真相，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大家一直在吵所谓的就是说究竟美国是不是我们进口的是所谓饲料级的一个黄豆？那当然，在官方的部分事实上就是说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区别，但是在民间事实上还是有分所谓的 food grade。跟 feed grade，food 是 FOOD， 它是食物，那 feed FEED 它是属于饲料这样的一个等级。
那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饮食习惯，事实上是跟就说欧美是不一样的。我们事实上用很多的黄豆作为我们蛋白质的来源，尤其台湾将近有1成的素食者。黄豆对他们来说是他们整个蛋白质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摄取的一个食物。那我们中小学的一个营养午餐，几乎用到豆制品，那个比例也是相当的高。可是在美国，事实上他们的黄豆主要都是拿来做所谓的就是说我们不管是榨油还是牲畜的饲料。所以在整个当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也就是说，当我们就是说大量的进口国外的黄豆的时候，其实我们进口的事实上在国外的标准，它是为了所谓的饲料用的一个黄豆来做规范的。所以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黄豆最常用的就是说一般我们台湾叫年年春，那它里面最主要的一种就是加林赛这样的一个除草剂。那事实上，在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对稻米，我们事实上允许只有0.1个 ppm， 那我们在毛豆只有0.2个 ppm， 可是在黄豆呢，竟然高到10个 ppm， 那美国它是40个 ppm。为什么它会这么高？事实上是因为美国它是从整个饲料的一个思考逻辑来看的，所以他们在规范上，不管是从储存、运输，甚至在使用农药的一个使用，都是跟台湾都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基本上还是认为说，基改它今天实际上的一个真相，它是跟农药滥用是结合在一起的。那我们还是应该就是说在我们的食物里面，把基改食物尽量能够不要用。所以我非常赞成刚才那位乡亲所提到的，事实上在我们的加工品里面，应该就是说我们今天应该还是不要吃这一种是农药滥用之下的一个基改作物。好，谢谢。接下来就要请问厂长啊，就是你可以跟我们观众朋友更明确的去解释，因为像刚刚沈委员他有提到，其实很多人对基改，就是很字面上的认识。那它基改跟我们平常的品种改良到底有什么差别？那基因改造的话，基本上就是把像刚才提到的大豆，它其实现在目前的主流就是抗加林赛了。这是一个除草剂，那另外一个就是抗那个鳞翅目的害虫，像玉米敏呐，那它就是把细菌的基因转到大豆或者是玉米里面，那这样的话，你不用喷那个杀虫剂，它玉米敏或者是大豆的一些鸣虫来吃的话，它会死掉。但是理论上对人是没有影响的。那像抗加林赛的部分，它也是把细菌的基因转到了这个大豆或者是这个其他杂粮啊，甚至包括棉花都有啦。那你这样的话，就是它变成抗这个加林赛，也就是说你在喷这个杀草剂的时候，杂草会死，但是这个植物不受影响。那当然就是说。这个部分其实大家当然就是各种不同的意见都有了那当然，所有的基因改造的产品要上市之前，那一个国家大概都会做2件事情，一个就是环境影响评估，因为它怕会污染到其他传统的品种；第二个就是食品安全评估，也就是说吃了以后你会不会过敏，那你有没有长期的这个毒害？如果能够通过这2个评估的话，那它才可以上市。所以像这些基改的产品在美国的话，只要通过这2个评估没有问题的话，它其实是没有标示的啦。它就是说视同一般的食品啦。那在台湾我们是比较严格的态度，就是说你如果用的是基改的这些作物所做成的加工品的话，我们是规定要强制标示，标示。然后让消费者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啦。那当然，因为如果说我们现在在推这个国产的非基改的大豆的话，我个人是非常支持啦。可是我想消费者就必须要有一个心理准备，你要付出比较高的代价。所以刚才说台糖卖的是1公斤75块，其实在家乐福1公斤卖到350块啦。我们当然是支持
非机改的国产的大豆，能够再扩大这个种植的面积。好，谢谢。头都常常有讲到哦，如迄眼人更加有强制要投资基因改草作物，台湾如迄5%嘛，不过105年要改做3%，其他的国家像马来西亚、韩国如迄，就是你买的东西里面，伊个将咩基改作物有将1度，要强制投资。不过俺哋乡亲迄边有真紧去注意哦，因为思路下啦，细杂的吼，过当然可能也。俺哋俺顺好有位人伊要去讨当个要去写飞机改黄豆所做的豆腐，毋过太多数人怕路唔咩，也家家如迄俗嘅路买嘅嘛吼，唔可以讲伊迄基因改错，也算唔咩基因改错。像欧盟如迄0.9%，以为俺哋呢沙比团体从主妇联盟就是希望说可以飙到像欧盟这样子0.9%，弄做嘛跟因爱0.9路是的，俺哋如果都5%呢，拄好俺哋现场吼也有个基因改错的专家，吼，所以我是也在现场 cue 你讲话这样，就刚刚厂长已经有讲很多，那你自己呢？就是我很好奇，就是你自己也是这个基因改造的专家，你自己会去挑非机改的东西吃吗？其实我们自己在挑选，我们一般会比较注意是机改还是非机改。那当然，虽然在科学数据上并没有说有很明确的说，机改一定对人体有多大的风险，但是以整个台湾就是对自己的健康还有自己整个的一个考量的话，当然一般都会以先挑非机改的为主。所以在买东西，我们是一定会先注意这一方面。你自己会注意。所以这一次那个美浓农会他们，说就是一定要标，就是那个我们也是跟他们讲说，一定要在那个产品的包装上要标示国产非机改的，可以很让消费者很容易去跟进口的那些机改的，可以从包装的外面就可以很明确的能够做一些分别。照你的认知，是不是国内民众其实对这个的机改的认知还是很不够的？或者他很难认知的够？其实这个很多消费者的话，因为他会最大的会考量的话，他应该是在价钱的问题啦。那当然非机改的价钱也都会比较高。那包括我们最近在市场上也看到加拿大他们也在进一些非机改的进来。那其实他们在那个像在那个大润发也卖到非常的贵，它500公克就卖到67块，也就1公斤也都卖到130几块。所以那当然这个你没办法去跟你说一定要用非机改的去跟机改的去拼价格战，那绝对是行不通的。对，那我们一定要从品质，然后从各方面去把关，然后去教会我们的消费者，那从食的教育方面来着手。好，谢谢。接下来还有哪些乡亲有想要发表意见的吗？冲亮讲一下好吗？那你要在谈那个法律上在谈人权的时候哈，我发现这个范畴没有基于到饮食这一块。我们认为就是说，当今天我们觉得就是说，包括就是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那从健保开始，健保，那它属于人权一部分。为什么饮食不是人权的一部分？什么叫饮食的人权？这里面还包括一个，就是说我消费者，我如果吃到一个健康、安全、有保障的跟美味的食物，但是问题来了，就是说所谓的健康、安全、保障跟美味，这里面有哪些指标？而这个指标是政府有没有可能订立这样一个规范，就是给民间可以有一个遵守？好，然后包括消费者，当他在采购一个就是粮食的时候，或者是食物的时候，他也可以有一个就是一个指标来，就是说来作为一个就是参考的一个对象。好，然后而且这个过程哈，我看就是说，我们也想就是有没有可能从消费端这边，我们来推广一个观念，所以什么观念？合理定价。譬如说，当然我们都知道，就是说，像这一次这样美农在推这个所谓的杂粮复耕哈，其实我觉得重点不在于就是说是要让农民赚大钱，因为要赚大钱的，其实我们鼓励，就像刚刚常常讲的，就是说有一些高经济作物，好一些相对就是说它年轻力盛，然
愿意学习、头脑开放，而且他敢去承担风险，去就是贷款投资的。那像这一种，我们就鼓励他应该朝向高经济作物去冲农业的那种就是经济产值。可是我觉得就是说，在杂粮复耕跟粮食自给率这一块，其实我们在谈的是什么？是土地活化使用，是活化土地的使用，而且提升土地的附加价值，让每一块土地可以做到地尽其力。然后在地尽其力的过程里面，就是说让一些传统的老农他在过程他运用他一辈子就是种植稻米或者是杂粮这样一个技术好好的就是把这其实不是杂粮啊。杂粮某程度其实也是我们的主食，好，就是说种出一个很美味的而且安全健康的那种主食出来，好，可是这主食出来，我们也常知道，就是说，可是刚刚就是长官也提到说，可是消费者也有个观念，为什么？你要付出比较高的代价，因为它比较贵，可是消费者就觉得比较贵，那我当然也不要。可是我觉得消费者这时候我们应该是要给消费者新的一个体认是，在台湾这样的一个小农精耕的一个制度之下，那譬如说1公斤的黄豆或1公斤的稻米，当假设我们愿意花50块一杯享受一杯咖啡，但是如果我可以像到 Starbucks 这种有冷气的空间去聊天的时候，我还愿意花100多块去买一杯咖啡来喝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愿不愿意就是一碗白米饭，我多花5块钱10块钱，我可以吃到一碗更美味的白米饭，而且是健康的。还有那乡亲友爱，就是我今天特地带我的小朋友来看。然后来参加这个村民大会的录影，其实我就是想说，让大家可不可以也想一想，我们每一个人家里都会有小孩，也可能未来会有孙子，你会去买基改的黄豆或基改黄豆的制品给他吗？我觉得绝对不可能。那可是我们又要再回过头去想，那为什么我们要买比较贵的非基改的食物呢？如果我是比较贫穷的人，我不见得有钱，但是我就被迫必须吃不健康的东西嘛。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种正义耶，就是这个社会到底它有没有一个公平的机制，让每一个人有权利可以过安全的健康的生活。那我就是要回应刚刚我们的魏先生讲的这个东西，其实这个就是饮食上面的一个人权。那如果从这个地方来出发的话，我很赞同黄厂长讲的那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可能要去适应稍微高一点的价格，因为那个价格可能是比较合理的。我们过去低价格其实是不合理的，可是大部分的消费者不知道这件事情。大部分的消费者只愿意拿便宜的东西去买，是因为他经济压力大啊，大部分都是中产阶级啊，那不见得有钱可以去吃好的精致的食物，可是我们至少有权利吃健康安全的食物。所以有没有可能，我觉得加工品上面其实是可以做一些设计或调整，或许那是卫福部的权限啦。可是就是我对农委会或是农粮署的期许，还是我刚刚讲的那4个字嘛，就是农为国本，我们消费者必须去支持农民，但是消费者不懂得支持农民的时候，政府要教育消费者支持。消费者不见得像我有时间闲去查资料，跑去主妇联盟问事情。那这个时候政府要在政策上面先着手，因为那个政策才有教育的意义。我觉得这是我对政府的期待啦。好，非常感谢，就非常接圈土地的回应哦。刚才呢，最后呢，如何请我们4位来宾，就是也是做个结论，还有回应。那先请副署长好吗？我想我们还是赞成，消费者如果你要吃国产的、新鲜的、非基改的、安全的，而且是美浓好山好水生产的大豆，对不起，请你多付一点价钱，这个合理吧？多合理吧？你如果要吃普通的，老实讲，进口的也有非基改的，进口的非基改，我告诉各位，30块1公斤，进口的非基改那个有证明的也是30块而已所以我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社会上应该是要照顾每一个环节的大家的权益了，好不好？那我希望美浓应该是发展这个我刚才讲的那个商品。厂长提供你们很好的那个叫什么品种、品牌是什么？跟你的产地挂在叫做美浓那个就是那个品牌啦，跟你的产地啦品质就是你要非常好
好，刚才讲到你甚至将来可以做GMP、做有机认证，这个给人家确保更好的品质。所以如果你有3品啊，品种、品牌、品质这3品都有的话，我想美浓的这个杂粮啊，黄豆啊、黑豆啊、红豆啊，跟你的高雄147一样，都会是从台湾消费者很喜欢的一个好产品。好，我做以上的补充。不好意思，我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这次农粮署从去年开始就是鼓励大家这个转做，那除了说鼓励就是会有补贴之外，农粮署还可以做什么吗？这个哈，刚才我借厂长讲的，鼓励大家大面积，大面积就是农会去辅导大家做大电脑哈，那个45000块的不，我们再加1万，就是再加1万块就是55000块。你如果还要再有机，那再贴15000块，所以这个是有循序渐进的，这是农粮署最实际的那个协助。第二个，我想我们跟改良场一样，我们会协助做市场推广。好，谢谢。那麻烦厂长。非机改的国产大豆未曾封上，也就是让大家觉得说，哎，这个就是真的就是新鲜又好吃，然后又你没有安全的疑虑，所以这个部分我想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所以高雄区农会改良场还会把一些不同的品种送到美浓来，包括茶豆高雄11号，包括这个大豆产量比较高的高雄12号。然后在这里的话，搭配上我们副署长讲的，如果你真的能够小地主大佃农，用比较大的规模来种的话，那确实是可以创造更高的利润了。那在技术方面我们也会一样非常积极的来辅导。如果你要转种国产的大豆的话，到底病虫害怎么去防治？到底你的这个肥料应该怎么样合理来使用？那生产最高值，而且产量更高的而且真的能够标出你的这个产地，标出你的这个品种，标出你的这个安全的证明的这些产品出来。好，这个是我们所期待的，也会努力。好，谢谢。稍后来录像总公司我定其实农非有一些够被动啦，没能去搞被动，如嘿冇办法嘛，如嘿农民伊感觉讲几难种，也算讲冇乜嘅前途，伊也几难讲，能就边只用话为嘛，拜托啦，拜托种。刚刚呢，谈过今日嘅讨论，唔知系感觉民农嘅插量转做未来会很用呢？用来增加农民的一个收入，用来有继续安心可以从事那个福建啊个系嚟替代部分的啦。个天嘅部分感觉讲，包含讲安尼呢农政单位来做嘅，像安尼农粮署来干做一个宣传的一个记者会的部分来讲，感觉迄咩讲呢？针对今日的加工的部分的业者部分，除了讲给他税负的，是不是可以税负的减免，还是宣传费用的一个补助，让国产愿意用国产黄豆或一些杂粮来做成加工品的厂商，能够更有心来协助我们来推动这个部分。不过当然，刚才私底下副署长也有跟我讲到，就是说，那是不是用这些国产的杂粮或国产米或其他作物、国产作物的，能够给它一些标章，能够让我们消费者更清楚的知道说，我们这一个吃的不只是它农产品的本身，可能针对我们的环保的问题、土地的问题或整个农村的问题，都是可以尽一份心力的。好，多谢。最后请沈委员。其实我们更关心另外一个议题，也就是农药残留量。因为我们刚才讲过，稻米还有毛豆，它的农药残留量只有0.1，在稻米是0.1，毛豆是0.2，那黄豆高到10%。的确有一些学者说，这是因为基改黄豆非要用大量的除草剂，所以在加林赛，抱歉，在加林赛的部分呢，它需要就是说高到10个ppm。那我这个部分，我觉得我们可以就是说政府如果觉得不能够马上降到0.1或0.2。那也应该找相关的学者，如果觉得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学术资讯不管是从半衰期从哪些部分来看，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有一个公开的讨论，农药的残留量这样的一个控制，才能够替我们全体的一个国民的安全把关。所以最后我的一个就是说还是呼吁，第一个我们的知情权应该要知道。
第二，我们食品的安全，不管从运送到整个储存的一个规范，而实际上呢，到整个就是说后端，实际上农药的残留量，我们政府还是要用一个严格的标准来替我们所有的民众的一个饮食安全的人权捍卫。好，谢谢谢谢。多多其实有讲到讲，太太其实恁白毛酸插量喺5股当中的其中一块，不过更加面屯马嘅。以外的状况都差不多，也个改变，如感觉讲，规模穷用的吼，俺们其实也讨论到几度讲，俺们消费者迄感觉讲，这家低的东西唔拉，吼，俺们迄有力量去要求政府要求业者，要做到俺们的标准。不过最主要係俺们要有标准吼。非常感謝各位鄉親韓國觀眾朋友嘅建議，今日村民睇飛路多呀，感謝大家再飛。